我想播一段 Elon Musk 幾日前喺某個 podcast 入邊講過嘅說話，真係好震撼，好震撼。我想你哋聽下呢段，等我帶大家聽下。係，我有一個額外嘅建議，就係唔好再為10至20年後嘅退休生活儲錢啦，到時已經唔緊要。唔係好，一係我哋已經唔喺度，一係只係你根本唔需要停。只有 Elon Musk 先可以講完呢啲說話之後咧，就當冇事發生，係唔好為退休儲錢嘅。你知咧，到時已經唔重要。好，而家聽埋落去，請播。為退休儲錢。如果我哋講嘅任何嘢係真嘅話，為退休儲錢將會變得毫無意義。咁到時會有各種服務，各種服務會支援你。你會有一間屋，你會有醫療保健，你會有娛樂。由於人工智能嘅自我完善同埋時間線嘅加速，呢件事嘅發展基本上冇辦法預測嘅。係，所以先會被稱為奇點。係冇錯，你唔會知道發生咩事喺時間時界之後啊。冇錯，你永遠冇法咁穿黑洞啊，事件視界或者光追。Ray 預測近期點出現得太遲啦。我係話呢個好似係下一個你嘅時間線係點？係我哋已經身處奇點，我哋身處奇點，肯定係我哋而家肯定正處於其中。我哋覺得自己正處於美好黃金時期。我哋好似坐緊過山車，我哋只係呢個比喻好正，就好似嗰種感覺，你嘅過山車頂衝落去，當你衝落去嗰陣咧，重力會好大，係好大重力嘅。呢種你知道嘅感覺。我唔止係坐牆邊嘅，係牆入邊。冇錯。呢件事令我到而家仲係令我好震撼，有時一個禮拜仲要震撼幾次。係，所以正當我覺得話嘅時候，過咗1-2日之後，我又會再一次覺得更加哇！真係每次都覺得好驚喜。係幾何級數嘅話，係我諗出年即係2026年咧，就會達到通用人工智能。你聽唔聽到？等我再講一次，你聽唔聽到？我哋出年即係2027年就會達到通用人工智能。AGI 係指通用人工智能，意思係電腦即係人工智能系統，冇任何方面都比人類更加聰明、更有智慧。無論咩話題，佢都比你揾到最啲嘅人重要嘅，而且佢可以比人類做得更好，完成人類可以做咗所有嘢。呢個唔係超級智能，佢只係佢所有事情上都比人類強。佢認為呢，我哋將會達到嗰個階段。有啲人話我哋根本冇可能，完全冇機會。10年前啲人話我哋永遠都去唔到，我哋永遠都去唔到。佢話我哋出年就會面臨呢個局面，我相信我哋真係會面臨呢個局面。我哋有機會面臨。到咗2028年呢，世界將會變得截然不同。到咗2028年呢，世界就係會變得唔同晒，而我哋必須要為呢樣嘢做好準備。咁我哋上一個聽眾話，你知啦，好似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咁，可以用關稅咁保護。有一場對話呢，我哋而家就必須要進行，我哋必須要傾，因為人工智能、自動化、機械人技術，你知呢，成個行業嘅工作正喺度迅速消失，唔係一個世代，甚至可能唔使10年，可能就喺未來呢幾年。咁首先係工廠工人，你知啦，我聯絡咗 Elon Musk 同佢講，為咗我間博物館，我想要其中一個最早嘅 Tesla 機械人放喺博物館，我想將佢聯合一齊保存喺博物館入邊，第一款主流嘅機械人。你知唔知佢點講？所有我哋係話頭2年，佢可能係話頭1年 ，Tesla 喺頭2年製造嘅所有機械人都會留翻俾 Tesla 自己用。睇下佢喺呢2年內會製造幾多個機械人，而全部機械人都會係俾 Tesla 用嘅。嗰個係一支勞動力大軍，所以呢樣嘢冇得好快，真係非常之快。佢首先呢會係工廠工人，跟住係貨車司機，然後係編程人員，再到會計師。你知啦，仲有冇以為自己可以獨善其身嘅分析師？
因為佢哋覺得自己係靠佢哋揾食。局勢轉變緊，而且好快，咁我哋應該傾咗咩呢？喺全世界都會開始討論全民基本收入，我係堅決反對嘅。但係而家每個人都只係講緊呢樣嘢。我呢2日翻去研究睇下佛利民。佛利民咧其實都有啲支持 UBI， 但係另一種形式嘅 UBI 咧，佢可能已經有嘅答，起碼可以作為一個過渡。我想等陣同你哋傾下呢樣嘢。當全世界都陷入恐慌嘅時候，就唔係討論事情嘅好時機。你要喺恐慌之前就討論好，你要佢緊急情況發生之前做決定，而家就係時候嘅。因為一旦發生緊急情況咧，最大聲嗰個人就會出現。佢哋通常會俾一個最簡單嘅答案，然後每個人都會話係啊係啊，就照佢做啦。而嗰個答案將會係全民基本收入。呢個係現代版嘅麵包與馬戲，唔好搞錯啊！共產主義者、社會規劃者、達沃斯嗰班人，佢哋會提供呢一切，唔係作為臨時過渡，而係作為同你嘅永久安排。一個受管控嘅社會，被安撫嘅民眾，生產集中化，依賴常態化，佢哋已經喺度討論緊呢件事。去讀下 Yuval Harari 嘅書，去睇下佢嘅著作。佢係左翼同埋所有精英階層入邊其中一個主要思想家。佢仲講到，你知啦，社會上有一班冇用嘅階級，我哋唔可以咁樣去睇呢件事。冇人會接受呢套，唔係因為佢哋，你知啦，中意集體主義，而係因為冇人俾到另一條路嚟嘅。我已經講咗呢件事好耐，亦都一直想引發大家去討論。而有一個人，我哋必須要重新審視。老實講，佢會出現喺呢場辯論入邊，真係令我好驚訝。佢就係 Milton Friedman， 至少喺企喺而家呢一邊，係令我好意外嘅。我係指呢位係自由市場經濟學家。呢個人一直被指責係最冷酷資本主義嘅捍衛者，即係嗰種完全唔理嬰兒、細路同埋溫飽嘅資本主義。佢係放寬管制嘅教父。佢其實支持或者話曾經支持過某種形式嘅基本收入，但係唔係而家推銷緊嗰種。佢稱之為負入息稅。聽下佢實際係點樣提議嘅。佢哋構思即係負入息稅運作方式係乜嘢？你要廢除嗰個臃腫嘅福利國家制度。好，呢點好重要。我哋要做晒呢啲嘢，廢除福利制度，包括糧食券、房屋津貼、重疊嘅計劃同埋官僚體系，用一個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咁簡單收入底線咁取代晒所有嘅。如果你嘅收入低過某個門檻，政府就會發放補貼收入俾你。但係隨住你賺得越多咧，呢啲資助就會非常緩慢嘅逐步減少。咁樣你先唔會因為去工作而受到懲罰。最後咧部分真係好關鍵啊，因為喺現行福利制度下，你賺多1蚊，福利就會少1蚊。所以理性嘅反應就係，咁我點解仲要賺嗰1蚊呢？因為我永遠都賺唔夠錢去令自己真正開心，咁不如我就留喺度靠政府養算啦。Friedman 嘅制度保留咗工作誘因，好，你做多啲就一定會賺多啲。因為佢知道你唔可以令睇人喺冇工作嘅情況下過得太安逸。好，仲有老實講，我哋而家呢套制度係設計到令到人變得貧困同埋摧毀生產力。呢套制度就啱啱相反。好，我好驚訝 Milton Friedman 會咁樣嘢，但係佢確實明白一啲嘢。Friedman 明白一啲好基本嘅道理，市場需要穩定，自由社會需要秩序。所以當我哋講緊人工智能科技進步到某個階段會變得非常劇烈，人工智能可能會導致嚴重嘅局部性失業。就係咁，你一係會得到暴力嘅民粹主義獨裁式嘅財富再分配，或者係一個同市場兼容嘅安全閥。而呢個就係佢嘅負入息稅，一個喺中央計劃嘅壓力釋放。保持選擇權去中心化係絕對關鍵嘅。個人你仍然可以選擇點樣去使呢筆錢，
聯邦政府唔會決定你可以租邊間公寓、買咩嘢食，或者要參加邊個培訓計劃，通通都唔會。縮減國家嘅規模。當你為每個人建立一個底線時，呢樣嘢同現代嘅全民基本收入好唔同，知道嘛？嗰種係同數碼身份、可編程貨幣、行為合規掛鈎嘅。我係話嗰啲全部都係新世界秩序同單一世界政府。我係話，但係佢就快噶啦。如果人工智能喺未來10年消除15%至25%嘅現有工作裏邊，你會見到某啲行業嘅收入突然崩潰，會出現巨大嘅地理同經濟荒漠。最重要嘅係政治激進化。好，有一份資料，呢本書我只有2本複印本，其中一本嘅國家檔案館，因為全部都係手寫嘅，連圖表都係手工製作，係喺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為羅斯福總統製作嘅。我哋係1936年或者38年嘅選舉。咁啊，書名咧叫做《激進主義、革命或復甦》。佢哋當時向羅斯福提出嘅論點，正正就係我等陣想同你咁講嘅激進主義、革命或者復甦。呢樣嘢先係真正強化嘅新政。佢哋當時冇錯嘅。我哋會唔會咁啱呢？多謝你獨立思考並成為呢場運動嘅一份子，因為呢個就係成件事嘅本質。如果你想了解完整故事，想深入探討，請瀏覽 blazedv.com/Glenn。而家就去睇下，註冊啦，冇任何干擾，只有真相，未經審查，原汁原味。唔好只係佢要表明立場，我一陣喺嗰邊見你。